收看11节的感动时刻，今天要带您认识一位艺术家，他叫做黄子环。为了让更多人喜欢客家，所以他回到了屏东创业，用花布、蓝山设计一系列的商品，而且是启用当地妇女当裁缝，带动了整个的产业发展。小小工作室有梦想，也有推动客家文化的力量。这里是黄子环老师的文创园地。黄子环是知名的艺术家，他回到屏东家乡创业，把设计加入客家服饰，不但带动当地的就业机会，也让老师傅有空间在传统中展现创意。在这个部分，我想说是除了把我们的传统技艺找回来之外呢，还有就是带动我们社区的产业。很多人慕名而来，因为它的设计让客家服饰也能够跟得上流行。我们还有加了胸线，让它那个身材玲珑有致。这就是背腰线，好，那个注重腰线和剪裁，经过改良的服饰不忘客家传统，保留了小立领和大襟，但一样很时尚。客家的大襟真的是线条非常的棒。这个部分我们也保留，还有那个香花滚边。那最主要是我们的扣子呢，还是用最传统的方法手打的，颜色变成了暖色调，而布料更讲究，重点是能针对顾客需求量身定做。它保留了客家的服饰的传统元素，然后它的设计上也可以跟得上时代上的潮流。他也把设计融入生活里，不但有包包、铅笔盒，还有零钱包跟水壶袋，琳琅满目的商品果然吸引国内外许多游客千里迢迢上门捧场。And this is my first time seeing a Hakka bag, I guess, and it's really, really pretty. So let's support the tradition and culture. 大大小小的背包，很多人一买就是好几个，因为他用花布玩创意，大受欢迎。很好用哦。这里头我们打开了还有小袋子。对，哇！黄子环也在知名百货宣扬他的客家商品，他把客家文化带往不同的层次。我觉得这是一个流动的，我们本来文化就是一个流动，而且是不能失根的，有传统，然后有未来，然后跟着前进这样子。为了让客家商品受到更多年轻人的喜爱，他也跟屏东科技大学的学生一起设计。他希望年轻人接棒，让客家的大红牡丹千变万化。艳红牡丹的客家情牵绊游子的心，布匹裁缝千变万化，设计师的细腻倾泻成爱不释手的感动时刻。